只是做个样子，就不用换衣服了吧？我这还不是为了掩盖一下我天生的魅惑气息。万一你爹气血上涌，有个好歹，你能放过我？不能。唉，算了，就这件吧。我爹最近好像是有点气虚，不行，我得给你多穿几层。唉，这宫廷的衣服穿起来真麻烦。这疤，当初一定很疼吧？公主可愿听我讲个故事？我娘是人类，我是人类和妖王的孩子。啊！1000年前，人妖大战，整个人间生灵涂炭。当时的妖王还只是妖族的一员猛将，在赢得一次关键战役后，他酒后乱性，随意玷污了我的母亲。之后，便有了我。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他可是你的骨肉啊！他就是不该人有的世上。我并没有死，母亲牺牲自己救下了我。可笑的是，妖王也没有想到，虽然我是人类的孩子，却是他众多子女中唯一完整继承了他妖族血脉的人。所以，妖王想让你回妖族？正是如此。这次把尸妖之乱嫁祸在我头上，无非也就是想让我在人间无立足之地，逼我退回妖界。那你会回去吗？当年他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无情的杀害，我又怎会回去？自上次人妖大战后，我便在人间制衡着妖族再次杀戮的野心。如果没我坐镇，可能妖族早就再次发动大战，人间又会再次生灵涂炭了。哼，我这就回去昭告天下，证明你是无辜的。傻姑娘，找出尸妖之乱真正幕后的黑手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呀。有道理，你们需要我怎么做？这个嘛，并国师，祭天大典所需，按您的吩咐已经都安排好了。有劳公公了。哼，苏香雪，你是跑不掉的。啊，一个不少，都按国师要求的位置布置好了。行了，我们也回去歇着吧。喝了迷药，这些小子能乖乖睡到祭天大典开始了。哦，孩子们都睡什么呢？起来嗨！哎，看，就是这妖女，这祭天大典就是为她办的，劳民伤财不说，还搞出那么多尸妖。是啊，不过别说，咱皇上看着还挺年轻的。嗨，美颜懂不懂？画片懂不懂？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大典要开始了。小苏苏怎么还没来？父皇，父皇。今日，吾皇祭祖天灵，望先皇在上，保我上玄国国泰民安，以感动苍生，祝吾皇如愿迎娶苏香雪为皇后。祭天大典现在开始，诸神列阵。
啥东西都没。就是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嗯？啊，人呢？那些童子都上哪儿去了？接新娘子去喽！新娘子，新娘子！怎么回事？新娘子来喽！大家快去要跑了！国师不必如此劳师动众了。这不是那妖女吗？她怎么来了？是啊，难道是画里的人？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！本姑娘愿与陛下结为夫妻。什么？她还真要嫁给皇上？小苏苏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到朕身边来坐。和妖王说，我是不会回去的，让他别再劳神费力了。苏香雪，你以为这样这些人类就会接受你吗？别做梦了，你做的再多也只是个妖。哎呦，翠翠，原来是你啊！作为树妖，你这肉身修炼的可还不如当年你娘哦。你，白秋然。苏香雪一回妖界，没想到我与白秋然的战。既然如此，大家注意！皇上，是妖怪！父皇，父皇！哎呀，这小翠的脾气真是和他娘一样的暴躁。当年你杀他娘，弑母之仇呢，怎么可能不暴躁？今天我就要为我娘报仇！翠罗，够了！你不是老白的对手。那次人妖大战，如果不是老白出手，你可知道妖族还要死多少同族？让开！撑死就是个练气器。今天我就要为我娘报仇！受死！没想到你比你娘还要不守规矩。本来是可以放过你的，但是你看不起练气器，还用口水壶，实在太恶心了。嘿嘿。小翠，怎么样？我的雕工还不错吧？这可比你以前好看太多了。白秋然，我说现在就宰了我！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皇陵里那个嗜血阵是你布置的吗？那让皇陵里感应到的人果然是你，那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上弦国乃是龙族血脉所在，他们那个老皇帝要复活，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早早布下了法阵。血脉炼基，用自己的子民祭祀自己。苏香雪，你看这些人类和我们妖族有什么区别？你真的要选择这些卑鄙弱小的人类吗？千年来的数次大战，没有谁成为真正的赢家，只有你这样失去母亲的孩子，我这种不人不妖的杂种，老白这种，算了。翠罗，无论妖界还是人族，我选择的只是阻止战争。你还真是大义凛然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们以为没了这些童子，法阵就不会启动了吗？有了你的血，就多了一重保障。这是。
法阵因为我的血启动了，我一定是继承了龙珠血脉，实施2号方案。你确定吗？嗯。好吧。只有你能在不破坏法阵的情况下穿过它。记住，不要勉强。他真的行吗？这个嗜血阵是连魔道中人都禁止的法阵，极其凶残。应该是墓主人利用自己的龙珠血脉之力，把自己和方圆百里的人进行了血脉缔结。强行破阵会损害缔结之人的经脉。明日我会救出所有用来启动法阵的童子，破坏法阵的启动，再由苏香雪逼迫背后主使现身，将其控制。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慢慢破阵。祖皇竟然，如果法阵还是意外启动了怎么办？如果法阵意外启动，我和老白会强行破阵，可那样至少会有万人丧命。不行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有。如果你继承了龙珠血脉，便可强行破阵，用自己的血脉之力强行切断和他人的血脉缔结，但是事主会吞噬你的血液复活，你可能会死。龙珠血脉的味道，你是我的皇孙，是来助皇爷爷一臂之力的吗？最近出现的大量尸妖都是你做的。别说那么难听嘛，是子民为了皇族的修行，鞠躬尽瘁而已。修行？你称这为修行？只要可以升仙，拥有了强大的力量，这点代价又算什么？他们都是你的子民，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！这些贱民不就是为皇族服务的吗？我曾为了这个国家出生入死，他们有一点点感激吗？现在的你们只知道歌舞升平、寻欢作乐，你们可知道几万精兵斗不掉解的一队人马吗？为了变强，这些人命算什么？为了升仙，就可以罔顾人命吗？为了这个国家吗？哼，你就别大言不惭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蠢！现在有你这纯正的龙珠血脉在这儿，我还怎么会在乎这些下贱人的血？老白，不愧是纯正的龙族血脉，竟然直接让我突破筑基，血成金丹。怎么样？死不了，不要让他跑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哼，您瞧好。是谁？竟然敢用魔道都禁止的阵法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哼，轮得到你管？反正我是否定。一个炼气系修士，怎么你还想给我皇族？你这什么炼气系？